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潘姑娘。一講到諾貝爾咧，大家都知道嘅種植品牌，對諾貝爾嘅品質都非常放心。點解諾貝爾咁受歡迎？我哋從4個方面嚟分析。第一，出色嘅穩定性，逐漸擴張嘅椎形柱底設計，骨條件差嘅情況都可以有比較好、比較高嘅初期穩定性。第二，可靠嘅表面處理技術，獨特嘅唾液內表面處理，加快咗植體同牙槽骨結合嘅速度，骨細胞生長速度，可以保證到植體長期使用。第三，可調整性，植體植入過程中可以調整植體方向位置，譬如角度唔啱，可以重新調整植體嘅方向，揾最佳嘅接入點。第四，終身質保，因為諾貝爾品質非常高，品牌都非常有信心，所以諾貝爾每一粒植體咧都係有終身保養，唔使擔心後期嘅維護問題，適合於對種植後果穩定性要求高，希望縮短治療週期嘅病人。就算牙槽骨條件差，都可以通過先進嘅技術同埋個性方案成功種牙。如果你預算比較多，我哋都建議你揀返諾貝爾，無論係成功率、耐用性、客製化都係5粒星㗎。鍾意呢期嘅內容，快啲喺底下點讚、分享、留言啦！